勞力士 Daytona 呢一個錶款係勞力士唯一一隻嘅計時錶款啦，40mm，咁佢出咗好多唔同材質俾你揀嘅，有鋼啊、黃金加鋼、玫瑰金、黃金、White Gold 同埋 Platinum 都有出嘅。咁如果你係講緊貴金屬版嘅話呢，如果你揀緊黃金、Rose Gold 同埋 White Gold 嘅話呢，你可以揀膠帶或者係全貴金屬帶。但係如果你係揀 Platinum 嘅話呢，你就冇得跟膠帶嘅，就只可以跟一條全貴金屬嘅 Platinum 帶。By the way，如果你想睇多啲手錶嘅資訊啊，或者睇埋靚相嘅話，可以 follow 埋我個 Instagram @KCTimeshare， 支持下我呢一個頻道。咁首先講下全鋼版嗰隻 Daytona 先，英國嘅定價呢係講緊13,600英鎊，咁其實係從來未見過現貨啦。另外，黃金加鋼嗰隻 Daytona 向英國嘅定價呢係講緊18,950英鎊，咁呢隻錶呢，暫時都仲未見過有現貨嘅。至於黃金膠帶 Oyster Flex 嗰隻 Daytona 向英國嘅定價呢係講緊31,750英鎊，咁呢隻錶款我暫時都仲係未見到有現貨嘅。同埋仲有一隻全黃金嘅 Daytona 啦，呢隻錶向英國嘅定價講緊41,200英鎊啊。咁就算係全黃金嘅 Daytona 呢，我暫時都仲未見過有現貨。另外，仲有一隻 White Gold 膠帶嗰隻 Oyster Flex Daytona 啦，呢隻錶喺英國嘅定價呢係講緊33,450英鎊。咁過去嗰6個月呢，我係見過有2次有現貨嘅，而2次呢都係一隻鑲咗鑽石嘅黑面。至於全貴金屬 White Gold 嗰隻 Daytona 喺英國嘅定價係講緊44,200英鎊。咁呢隻錶呢 surprisingly 暫時都仲未見過有現貨。另外，仲有一隻玫瑰金嘅膠帶 Oyster Flex Daytona 啦，呢隻錶喺英國嘅定價係講緊33,450英鎊。咁呢隻錶呢，我係見過有1次有現貨咁大把嘅啫，就係一隻黑面嗰款。而全玫瑰金嗰隻 Daytona 喺英國嘅定價係講緊44,200英鎊。咁喺過去嗰6個月啦，我都見過有幾次係有現貨嘅。不過幾次呢都係見到黑面嗰一款。最後講埋 Platinum 嗰隻 Daytona 啦，呢隻錶喺英國嘅定價係講緊67,500英鎊。咁喺過去嗰6個月呢，我都係未見過有現貨嘅。今集就講住咁多先。如果有興趣聽我講埋其他勞力士錶款嘅話，可以睇埋呢一條片，我同大家詳細咁樣分享晒全部勞力士錶款。咁遲啲再傾。